来讲台南有家长指控讲，因4岁后生读公立幼儿园，所敢若互老师体罚。这老师要求囡仔爱伫39分钟内走运动场走43轮，佮罚跳爱跳上100下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拢无啉水，拢无休困。遐囡仔呢，就因为安尼添加吐来送病院。不过教育局调查落去，却认定讲这毋是经济重大的不当管教，家长是无法度接受。 我吃饭吃得慢，然后他就把校长给你的球拍给丢掉了。我刚才吃饭吃得慢啊。4岁查甫囡仔讲话还阁真天真，提起头面甲妈妈讲，老师将伊的物件拼掉，互爸爸妈妈听甲是真毋甘。家长佫表示，后生甚至真侪摆互老师罚走运动场43轮。他们正常的话是跑5圈，那他就是跑完5圈之后进去。 吃完早餐，然后再出来的时候，接续跑了38圈。他母亲没有当过兵，不晓得开合跳是一个剧烈的运动。他们觉得说好像在表演蝴蝶飞舞这样子。家长指出，乡下后生拢伫南市共一间公立幼儿园读册，毋过大汉的后生伫读册期间，真侪摆被要求伫39分钟内走完43轮运动场，算来因讲是爱走2公里，还佫被要求开合跳100外下，过程拢无啉水休困，捌因为运动过度吐出来送医。家长事后调监视器，才发现囡仔是被不当对待。 那钓鱼系统监视器，我们可能有发现有疑似不当体罚的情形，对，因此我们在24小时之内就是通报教育局的校案通报。家长强调，大汉后生是特教生，却受到安尼对待，向台南市教育局投诉。教育局表示，6月接到订正了，就组成调查小组，调查结果认定2个老师是非常经济重大不当管教加不当对待行为。 经认定委员会决议，分别处以新台币48000元及54000元的罚款，同时要求该2名教师进行幼教相关专业真人研习。家长认为处罚伤过轻，决定对2个老师提告伤害罪加强制罪，要用司法替囡仔讨公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